介紹翻今日講者張永安，人人都叫佢做 RC 嘅。RC 咧係國際著名交易系統大師，Future Truth 第一。Future Truth 咧係一本美國權威雜誌追蹤交易系統表現，而 RC 咧就係唯一華人喺 Future Truth S&P 標普期貨系統入邊咧多次排名世界第一，有18次咁多嘅。咁做到世一已經唔容易啦，咁仲要做到18次咁多。呢18次咧絕對唔簡單，因為呢個系統咧擺喺 Future Truth 度期間咧係唔可以作任何修改嘅。咁如果要改嘅話咧，又要由頭再計過。咁 Future Truth 咧每一季出排名，而排名咧係根據最近一年嘅成績計算。咁你諗下，有一次排第一可能都係運氣啦，但係有18次排第一，證明個系統嘅穩定性咧，同埋係有絕對嘅優勢。咁如果咧大家對 RC 嘅系統咧，都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睇翻我哋嘅網頁啦，www.rc789.com 入邊咧就會有詳細嘅排名啦。好，跟住介紹翻 RC 嘅著作，第一本著作叫做《致勝優勢》，咁咧分別有英文版啦、日文版啦，同埋中文版嘅，咁但係全部已經係絕版噶啦。咁英文版咧就可以喺 Amazon 嘅二手書買到啦，咁大概係380蚊美金嘅。咁而中文版咧，好好彩，大家咧可以喺香港公共圖書館借到嘅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就可以喺圖書館借閲翻呢本書《致勝優勢》啦。好，跟住第二本著作咧，就係 RC 用一個自傳嘅形式記載佢成長經過啦、炒賣成功嘅過程，分別就係《逆陽之旅一》、《逆陽之旅二》。咁呢兩本書咧都係非賣品嚟嘅。咁除此之外咧，RC 咧都接受咗好多海外同埋本地嘅雜誌專訪啦。大家熟悉本地嘅有 Capital 啦，同埋 iMoney。咁海外咧就有 Futures Traders 等等。咁關於更多雜誌嘅專訪咧，大家可以上翻我哋個網址 www.rc3200.com 專欄嗰度咧，就會睇到晒所有嘅訪問㗎啦。